主后2022年12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我属上主，我骄傲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诗篇138篇第1节到第8节。我要专心感谢你，伫众神明面前唱歌称赞你。我要向你的圣殿跪拜，要因为你的慈爱甲信实称赞你的名。因为你，互你的名甲你的话超越一切。我求救的时，你有应我，你有鼓励我，互我得到快乐。上主啊，世上的君王拢会感谢你，因为因有听见你所讲的话。因会唱歌称赞上主的作为，因为上主有大荣光。上主虽然尊贵，还佫看顾卑贱的人，伊对远远就认出骄傲的人。虽然我互患难围困，你会保守我的性命；我的对敌受气，你会伸手对付，用正手解救我。上主会实现伊对我的应允。上主啊，你的慈爱永远存续，你亲手所做的，求你毋通放杀。以上，我属上主，我骄傲。读诗篇138篇的时，你敢有感觉诗人大笔的言辞，哪像有一丝仔骄傲？大笔讲，伊要伫众神明的面前歌颂上主，这是甚物意思？原来，伫旧约圣经以色列王国的时代，伫人的观念，每一个国家拢有家己的神，所以伫众神明面前，是指伫万国万民的面前。大笔要表达的意思是，我要伫万国万民面前敬拜上帝，互所有人拢知影，我的上帝是伫列国众神明顶面的上帝。若套用伫现代的情景，就好亲像基督徒伫未信主的亲友厝边，同事面前大声学了上帝，佮宣告上帝是众神明顶面的主宰。用今仔日的眼光来看，伫多元宗教的台湾社会，安尼的举动，敢会互人感觉基督徒真骄傲？骄傲通分做两种，一种是自我膨风的骄傲，就是自高自大、自夸、看轻别人；另外一种是为着某人也是某项代志感觉荣光，亲像我是台湾人，我骄傲。对于第一种骄傲，圣经甲奥古斯丁讲，骄傲就是甲家己看做是性命的泉源。无毋对，回想旧约中的骄傲者，无论是出来及记的法老，梁记的骄傲君王，拢是高举家己赢过一切。试问，大笔的骄傲是倒一种？若要检视大笔是毋是自大的骄傲，就爱进一步问：大笔呼叫众神明甲众君王来学了上帝，是毋是要夸耀家己？答案显然毋是，因为咱看到伊形容家己是卑微的人，伫患难中的人，互公怒的受得围困的人。伊恳切讲，上主至尊无上，伊看顾卑微的人，公怒的人无法度伫伊的面前藏匿。大笔安尼见证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有不变的疼，佮用快乐鼓励拯救伊。所以，大笔若有一丝仔骄傲，
检采是因为伊伫极大困境中互上帝拯救，深深体会上帝慈爱甲信息，所以伊为家己属伫上帝感觉荣光。有人问牧师，我的工作薪水完全仰赖绩效，伫遮尔啊竞争的市场，我要安怎甲工作交托互上帝？牧者因讲，甲工作交托互上帝，毋是讲啥物拢免做，也无等同你的工作会变做真容易。就亲像大笔面对着歌利亚，也是其他敌对势力的时，伊专心倚靠万军的耶和华。上时，伊也尽力尽全部的力量奋勇作战。当伊胜利了后，并无忘记得家己伫上帝面前的身份是受造的，是受帮赞的，是得到拯救的，也确信家己的性命甲平安，拢总是上帝所赐，这就是交托。今仔日，互咱搁一遍问家己：我相信家己伫上帝面前是受造、受帮赞、得拯救的吗？性命甲平安是上帝所赐的无？若你讲是，你的确掠属伫上帝做荣光，亲像大笔共款。默想，我今仔日的平安是出自家己，还是来自上帝？我今仔日的平安是出自家己，还是来自上帝？做伙来祈祷，永活的上帝，你捌伫我求救的时回答我，伫我患难的时保守我。我一切拢是对你来，你是我永远的倚靠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